兄弟平安。顶礼拜甲咱伫咧讲到，每一个国家民族拢有伊的神明。逐个人照伊的心意，照伊所想的去创造一个神明。迄个神明有可能是人后来变做神，有可能动物变做神，土地公是土地变做神，先天上帝是北极星变做神，拢是照人的想去创造。人因为安尼相信，因安尼信就安尼拜，就安尼幸福，将家己下伫因所创造出来这个神明的面前。但这款的信仰对保罗来讲，保罗伫这个遮讲真可惜啊！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大权能甲伊的神性是明明拢会当足清楚。对，虽然上帝看袂到，总是借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咱拢会当清楚讲，宇宙万物的存在，毋是家己自然形成，毋是大爆炸来形成，绝对有一个智慧的上帝严谨的设计，这互人袂当提示。可惜人将这个未败坏的上帝用光变做会败坏的，怎啊甲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人、动物、甲造化变做因的偶像、因的神明。讲人无去拜创造的上帝，竟然去拜因家己的创造的偶像。这个保罗伫遮咧讲，可惜啊，可惜啊！即马今仔日我要对这个遮甲咱来讲讲，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伫你的心内，谁是你心内的主？谁是你心内的上帝？是有可能你要拜外邦人所拜这个神，但是有可能一项，各位兄弟，有可能你甲家己高升做，伫咧指挥你家己人生的主。用你家己的性情，用你家己的习惯，用你家己的意念，用你家己的价值，然后伫咧指挥你生命所有的系统甲行为，你怎啊变做你生命的主？有可能无？伫遮咱顶礼拜伫咧讲着，人拢行袂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伫咧化讲，人啊，你着悔改，你就转来到伫主上帝的面前，所以顶礼拜伫遮，咱有伫咧讲到顶礼拜的一个主题，讲到上帝。咱的上帝甲其他的宗教、其他的神明有啥物无共款？其他的神明、其他的上帝是人创造出来，总是咱的上帝是造天造地的上帝。咱的上帝是造天造地的上帝。第二，咱咧讲人。咱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既然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人无可能变做神。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人会败坏，会死，上帝袂死。所以会死的人，会腐坏的人，无可能会变做神。所以若有人甲祖先变做神来拜，错误。祖先会当尊敬，会当怀念，但是你袂当甲当作神。我想咱伫咧讲到咱的信仰甲其他的信仰有啥物无相像？两正乱作犯罪对落的人，这个对落的人已经甲上帝隔离，罪甲咱甲上帝隔离。但要安怎？要安怎？只有罪的人要安怎找到救恩？上帝替咱备办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咱的罪耶稣变做赎罪羊羔，是这羊羔替咱流血死。伊的血洗清咱的罪，互咱会当因信称义，徛伫上帝的面前。因为信，所以上帝将咱的罪一笔勾销，将咱的罪算伫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无罪，耶稣所受钉伫十字架顶。但你信嘛？即马讲耶稣会死，为着你来死。后来耶稣活，为着咱的永生来活。你信嘛？你若信。这个永生的国度要属伫你，所以顶礼拜咱讲到遮，讲你若信，你甲你一家就要得到救。这个信，你信嘛？这需要你家己来做选择，需要你家己
来回应，这是上帝的救恩。OK， 来，咱今仔日搁一摆，顶礼拜咱是讲这个信仰的理念。今仔日咱对这个咱进入伫圣经，咱咧讲上帝自然应然，上帝自有应有，上帝是造天造地。伫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1节就安尼讲：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源起头的意思是宇宙万物拢无半项，拢无存在，宇宙万物拢是混沌空虚的时，上帝用伊的话讲世界形成就形成，伊的话大有关联然后创世纪第1章27节讲，上帝照着家己的形象造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无论男女，无论所有这人类，是照上帝的 image， 是照伊的 image。咱家己本身，伫咱的性命，人的尊贵，咱袂当随便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因为伫这个人的性命中间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伫甲伊三甲同在。所以，这是为什么？伫咱的信仰内面，你若袂当伤害人。耶稣讲，你若伤害一个人，互人绊倒，那亲像一个人摕石头，甲你夹个泉，甲你抌落海，你互一个人绊倒，沉沦，比摕石头甲一个人泉拔来抌落海，迄个罪搁较重，因为抌落海死的是肉体。互一个人真正受伤、坠落、离开，迄个是灵魂、肉体拢受遭灭。伫这个咱咧讲上帝创造，然后咱拄则咱嘛有读过讲，罗马第1章20节以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永远的观念甲神性，咱拢明拢是会当知影，所以你袂当讲，你看到山，看到宇宙，逐个人出外旅游。看到的世界遐尼水，然后你讲将这个归伫人的手 ，no， 你看到的将这个背后，你若欣赏到啥，你拢都爱去想到，哈利路亚，俄罗阳光归伫白，因为若确实迄个有经过人的创造、人的造化甲设计，嘛是上帝互人有智慧去做这个设计。所以，咱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咱常常爱做一项事。爸啊，当人伫咧学落难的时，学落你的才调，学落你所有一切，你唔通讲无啊，无影，我拢无，唔通。你安尼得罪上帝。明明上帝都互你足侪才能，你讲无？明明上帝伫你的身上有真侪水的面，人咧甲你学落肯定，看到你会好，甲你肯定啊！你搁讲无影，我无 ，no， 你都爱甲讲多谢。然后荣光归于主上帝，因为咱身躯所有一切，包括你的钱财，包括你的才能，包括你的这个水的个性，哈利路亚，这拢是上帝的神伫我的身上的所做的工。OK， 所以这是咱咧讲宇宙万物，咱肯定有上帝的创造。第二，咱咧讲人是咧宗教信仰是咧讲到人伫咧敬拜神，所以人。总是咱人伫咱的信仰来讲，人啊，你是受造的物。拄则创世纪伫咧讲到上帝源起头上造创造天地，源起头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其实亚当夏娃，你唔通想亚当夏娃是一个人的名呢 ？OK， 注意哦，你若甲亚当夏娃当做一个人的名，亚当是查甫的，夏娃是查某的名。你这个会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请问，对有历史以来人类的历史偌久？6、7千年，对不？那对人类史来讲，但是对宇宙史来讲，迄唔知是几偌侪百万年，咱唔知。咱若讲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这个宇宙万物的存在，甲地球顶面人类的存在，迄是唔知偌久。亚当夏娃的存在，亚当是表示男的，讲男的简化做一个亚当，夏娃是所有的女性的总称。所以亚当
下有机会我做甲咱来分享创世纪第1章甲第2章完全无共款的创造的故事。但伫即个只伫咧讲着亚当夏娃男性甲女性拢是上帝的创造，不过做一个受创造的人类，因为你是一个有限，因为你有欲望的存在。每一个人的有限甲伊的欲望，常常互伊任何一个人，咱拢陷入伫罪的内面。基督信仰咧讲罪是啥物？该做你无去做，无该做你去做。你想要完成的良善，其实最好是人的基本。因为每一个人你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本身就是良善。最好是每一个人该然的，无因为你最好你就变作外交，无，迄是敢若达到你应该有基本的存在那点。颠倒人，咱咧讲咱有罪，无一个义人，连一个嘛无。是讲即世间无一个人有法度通对头到尾拢会当怎样做一个完全没有亏欠、完全迄个完美无缺的人，不可能，即世间拢无讲。迄个这叫做啥？鼻孔压落，无一个好人。你的鼻孔有压落，还是变面顶？大概人鼻孔压落。你若是只要你的鼻孔若是压落的，无一个好人，连一个也无。每一个人拢犯罪，得罪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犯罪，就互咱甲上帝听隔离。但要安怎？讲罪的代价就是死，但咱是一个该死的人，要安怎？即你任何一个宗教，你咧追求宗教，无论你伫咧追求迄个静修、修养、禅宗，什么，你咧追求任何铁律，拢无法度通处理即个罪的问题。人啊，你是一个无完全的人，你对少年到伫你年老。活哪久，你犯的罪机会哪多？但即个罪要安怎？到伫迄个审判台前的时，你要安怎解决即个问题？你无一个宗教会当完成即项事。那咱顶礼拜咱就讲到，台地公，你着叫伊加甘，抬鸡、抬鸭、抬所有遮，拢是咧代替即个啦主人。迄拢无法度通好解除，因都爱当年去抬。总是耶稣基督，咱伫咧讲到，咱的罪主替咱担，所以这个罪的代价是死。咱拢是一个该死的人，要安怎脱离？人无法度犯罪的人无法度通家己救。但这个感谢主，上帝替咱陪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踮伫咱有罪的人的中间。耶稣一个出现。行说的约翰随时甲伊军队伊的学生，随时报这个军队伊的学生讲，看上帝的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耶稣是上帝替咱陪伴的迄个羊羔，伊来的存在，伊欢喜为着你牺牲除去你的罪。但这个罪的问题，伫遮会当得到解决。独独伫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遮，咱找到迄个解决脱离罪的途径。通过这个十字架，耶稣就钉伫这个十字架，然后互这个有罪的人会当面对上帝。但这个面对上帝要安怎？你要接受这个耶稣，通过这个耶稣的十字架甲伊的果啊。互你会当对隔离的这个行到伫上帝面前，会当徛伫坦然徛伫上帝面前，上帝佫甲你讲：好啊，宝贝仔囝，请你入来，请你入来有份伫上帝国的快乐。因为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但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安怎？称做义，白白称做义。所以人的罪毋是人家己救，毋是靠家己来逃脱，是靠耶稣基督外来的拯救力量。我讲过，一个罪人若敢若伫大海中间，你落落去伫大海，你要安怎家己救？无可能。
落落伫大海的人，你都要借着外来的力，外来的力。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替咱避办迄个外来的力。只要你若信，主要救，主会救。这个才来讲到信，信心人因信称义。这个救恩是对信来开始，嘛对信来结束。始于信，止于信。所以信心的功课是咱的信仰的中间非常要紧。这个信心的功课嘛在于你，这个信你信嘛？所以这是牵涉到每一个人你家己对上帝听救赎甲听的一个回应，你信吗？这个是咱会当倒转来安静咱的心。这个才伫咧讲，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圣子上赐世间，互一切信伊的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迄个永生，迄个永生。当咱行来到遮的时，咱的年纪渐渐伫咧大，身躯伫咧衰烂。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开始要好好想永生的问题。每一个人，咱开始拢爱想迄个永生的问题。我对释迦国转去伫中基做院牧的时，后来伫二林的婚姻，我行对病房过，然后看到一个查某囝。跟迄个扶伊的老爸，伫病房，毋知要甲扶的倒位，然后迄个老爸伫要离开迄个病床，骹踏着地，就怎噗噗跳，已经是一个临终的人啊，已经是一个性命要临终啊，竟然伫踏着土，就话当要直跳，奋力咧跳，迄个查某囝根本都抓袂牢。紧叫护士来，互两个人怎当啊？两边一人插一个，我都行过，看因当啊做撞，我到底是安怎？发生什么事吗？那是客人，查某囝甲伊讲，我爸爸还没，他现在很怕过奈何桥，奈何桥你知无？伊真惊过奈何桥，即马骹若踏着土，伊就想讲，迄是要过奈何桥，不跳，因为但咱都毋免过奈何桥，但是你要好好去想，有一日当咱性命将末的时，要安怎？才来替上帝替咱备办一条路。你信？你这耶稣基督，伊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伊要流血保费来处理你一世人犯罪的问题。当迄个行奸淫的负责人受抓来到伫耶稣的面前，众人伫咧控告伊讲：先生啊，这个人犯罪，照摩西律法，就要用石头钉死。但你看你要安怎？耶稣举落去，他妈写字写背个，甲伊讲：恁啥人无罪，大声摕石头钉。你是抓伊来到遮，要来控告伊的死罪，总是耶稣讲：耶稣甲这个权交互这个人。恁啥人无罪，请恁摕石头甲钉。圣经真趣味，讲对老的到少年的，对位年纪若大，有可能你犯的罪若重。你若看到马英九，你就知影讲，伊即马犯的会哪来哪严重。老天讨，你拢也毋知你日后的境况如何。因为咱需要上帝，毋是上帝需要咱。所以今仔日是安怎？咱礼拜日拢来主日来听上帝的话，咱也个会当不断得到伫咧警醒，不断伫咧提醒。咱是一个软正软弱有罪的人，咱需要耶稣过头的耶稣需要咱需要教会过头的教会需要咱。但是咱若看到罗马的1章20几节遐，人定定甲上帝阳光等伫边啊，家己自尊最大。家己当晚咧创造家己的信仰，家己的神学，家己的解说，这拢是非常愚妄愚昧的代志啊！这个家伫咧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终必得救。就信，随人心信，就要得到救。即马问题是伫这个家，那安尼一个人，那你嘛已经衰劣了，那安尼衰劣个别相信了后，你就担要得救啊吗？
是毋是安尼？有你拄到这个问题无？一个人讲有啊，我信啊，我是基督徒啊，我伫教会有我的名册啊。你要注意哦，教会有你的会友名册，并无代表你伫上帝国度有你的名册哦。咱伫咧讲你心信随认就要得到救，哇！是咧，我这个用了，伫遮全看无，电脑真清楚来到遮看无。这个是伫咧主要，这个是咧吼临终的人，临终要死的人，已经时间无久啦，伊要做一个决志，还是伫某一个真特殊情景的内面，牧师兄弟会友带遮的人讲。伫即个特殊的环境，你要信耶稣无？你要告别伊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若信，伊要救你；你若信，上帝的国为你备办。因为即个拄仔伫咧讲着啥？耶稣伫十字架顶伫遐时，边仔有两个大贼狗，一个伫咧啼笑耶稣，骗笑耶稣。你若是主，你若是神，你会当家己救你家己，对遐掉落来啊。另外一个讲。先生，耶稣啊，当你的国临到的时，请你纪念我。耶稣甲伊讲：今暝你要甲我入龙园啊！咱伫即个遮讲，你心信随认，你就要得到救。即个是互逐个人有机会告别，伫人甲伫上帝面前告别。我欢喜认即个造物主上帝做我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圣神做我的保惠师，你若认，你若信，要得到救，这是第一个。或者这特殊的人，但是你心信随认，佮说咧，教会也有你的名册啦。结果你时间也过遐尼几啊10年伫遮，你咧创啥？你咧创啥？即摆问题在伫遮啦。OK， 你袂当讲，因为我随认信信，我说咧，我领圣餐。就要得到救，也袂咧，也袂咧。咱佫继续看落去。今仔日我咧讲4+1，4+1就是要加这项。这项是啥？真侪新创造的人 ，be a new creation in Christ。真侪新创造的人，每一个领受上帝恩典、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的性命。有伫基督内面真侪新创造 new creation 啊无？咱咧讲上帝伫混乱天下拢混乱的中间，上帝创造天甲地；伫混乱的中间创造特殊，伫黑暗的中间创造光明，伫死亡的中间创造国活。但伫遮一个个别耶稣是主是救主的人。伫基督内面，你的性命有啥物改变了无？咱这个遮，咱来读一下好无？咱试看卖咧，用台湾话，看你照你的方式，你甲读出来看卖咧。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到19节预备来。若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一切拢是出自上帝，伊借着基督，互咱甲上帝和好，佮将劝人甲上帝和好的这份赏赐互咱。这就是上帝伫基督内面，互世间人甲家己和好，无将因的过犯归到因本身。而且将这个好好的道理交托咱了。注意一项，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这个新创造的这个过程，拢出自上帝的恩典。注意哦，伫咱的信仰，拢毋是出自人的努力，毋是出自人的追求，是出自上帝的恩典，疼痛拯救。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中间，毋是埃及人有能力家己出埃及，是通过上帝的恩典来拯救这伫埃及的人。这个就是人类的故事。
用无共款的方式，直直显现伫你我咱本身甲家庭的中间。18章讲，一切出自上帝，借着基督，互咱甲上帝和好。所以咱甲上帝会当和好，是要通过耶稣基督，然后佫将劝人甲上帝和好的这份交代咱。咱咧讲爱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这个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将世间有罪，然后行歪错、各行其路、迷路的人，通过你我咱的福音的传播，咱的听心甲服务，甲这的人有机会带来到伫主的面前，互因借着咱所做的福音，咱的分享。互因甲上帝嘛有好好的机会，讲将圣经讲，上帝将这份交代你甲我。尾啊，佫讲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由于安尼，咱是一个受托者，咱是一个受托者。过来，问题来了，咱成做一个受托者，咱有照安尼去行啊无？因为信仰毋是干那停伫遐，咱的信仰已经甲咱讲甲真清楚。信心无什么是死的，信心无行为是死的。咱偌侪基督徒怎变做信主了，怎拢坐伫遐？信主了，怎坐伫遐咧等？无行为的信是死的。因为请咱倒转来伫遮，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今仔圣神降临节，其实圣神降临是比耶稣圣诞更较要紧，因为教会的存在就是圣神降临所生的囝。每一间教会就是圣神降临所结的果子。伫咱的长老教会的信仰。请问长老教会的信仰有圣神啊无？有，对倒去讲，人伫咧讲方言，咱也无咧讲方言。人一日到晚咧祈祷，拢靠圣神咧祈祷。啊，咱咧祈祷也无靠圣神咧祈祷。因为我常常咧讲，恁若看人咧祈祷吼，含了两项危机。你有看到真侪教会伫咧祈祷？主耶稣啊，主耶稣啊，然后对头到尾拢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啊，然后到尾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有听到这款的祷告方式无？对头到尾的祈祷，对头就讲主耶稣啊，到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有听到这款的祈祷无？你看到的教会80%拢是这款的。哪里错了？哪里错了？逐礼拜咱伫遮咧祈祷，祈祷了，咱就讲，照主耶稣基督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耶稣教咱的祈祷文安怎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耶稣教咱的祈祷哦，拢明明伫圣经哦。总是有一寡教会，就把这拢摕掉。上帝教咱的话，无要叫安尼去行，家己创造。因为只有一寡人伫咧创造偶像，伫咧创造，嘛伫咧创造教会的法规、教会的方式、教会的文化，还真犀利。嘛有真侪教会，你祈祷拢奉圣神，都咧靠圣神。咱也无方言，我们也没有方言，也没有祈祷，也无他妈大细声，也无伫咧讲语言。因为这种是外表的，这种是外向。这若有人伫咧讲方言，我尊重，我无要批判。但是，迄个方言祷告聚会、神迹医治的聚会，你来去看。入去到伫遐入去的时，逐人他妈的唱伊啊为咧坐，你敢知？一个入去拢唱喺上头前，佫会烧唱啊！一个若真正有上帝的心的，是会烧娘还是烧唱？咱家己也真需要，真渴慕。
但是咱嘛也阁会让互其他可能比咱更较需要的人。但你遐尼较无信心的人，你伫真侪所在你看真混乱，因为大家人的方式意见拢不相像。若要侍奉，你要做教会当职的人，伊拢都爱问你：你有讲方言的经验吗？你有被击倒的经验吗？没有，就无机会当教会任何的职分。甲即个变做有方言、有被击倒、有各种的遮，全变做分级。圣神毋但会当求，会当学，阁会当教。然后你祈祷的时，发讲开始就开始，然后结束咧。第一个整点一个拢无了了。圣神互你会当指挥的嘛？留意，伫咱长老会来讲，伫咱长老教会来讲，长老教会内面太多新者。总是咱咧讲上大的新者，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改变。要讲阿面无？这世间上大的新者，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在基督里，你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上大的新者。因为要改变生命是上无可能，生命要改变就是将你自己交出来，把你家己的旧的我交出来。上帝啊，我将我的旧的生命交给你。我伫遮，请你用我；我伫遮，请你找我；我伫遮，请你用我做和平的工具。认为每一个人伫基督内面，迄个生命是活的，迄个生命是会当活出来。今仔日圣神感日节，咱来讲圣神所结的果子是啥？咱来讲看卖咧，好无？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来，你听咱遮，你小可想一下，你信主遮尔久啊，圣神的生命有偌济伫你的生命？圣神的新生命有偌济伫你的内面？咱咧讲的圣神，就是这个啦。咱咧讲的圣神是这个啦，这个圣神来当改变你的生命，是这世间上大的荣耀的见证甲配咱啦。伫你的生命有仁爱吗？伫你的生命有喜乐吗？伫你的生命有尽你所有，伫咧促进人甲人的和谐吗？啊是若伊出现，我就无爱来；伊安怎，我就无爱；啊伊若无来，我就安怎？咱拢他妈的分门别类吗？仁爱包容一切，咱有包容吗？忍耐、温慈、良善 ，patience、kindness、goodness， 因为伫这个叫我无共款的颜色本贵，忍耐、喜乐、和平，就是上帝的形象啦。这个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伊是忍耐。伊看到所有的物件是懊恼、感谢、欢喜的。诗篇敢毋是充满懊恼的诗歌？看到上帝的创造充满懊恼、感谢、喜乐的心，咱的喜乐有走去无？咱上帝来带来和平，咱有吗？忍耐、喜乐、和平是上帝的形象。忍耐、温慈、良善，迄是家己的生命的德行。对不起，忍耐、温慈、良善是对别人，是对别人，你会当忍耐，莫动不动你就喷出去啊，动不动就安怎样啊？然后对人有 kindness， 有 goodness， 信息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答应人的代志，甲人搁较安怎有吃亏，我嘛爱去持守信息、温柔、节制，这是对别人。所以上帝的形象对人生命特性，然后对家己
但即教的讲圣神的规矩伫咱的生命。今仔日圣神降临节特别望咱会当停留伫遮，好好啊加想。耶稣讲：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无一进入天国，独独尊叹我天父之的教会。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大家人叫甲大细声。耶稣讲无一定，这大细声咧叫的，拢是看到拢真敬虔。这个人嘛讲，主啊，我敢毋是奉你的名传福音，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奉你的名做这项做迄项。耶稣甲伊讲，恁这是最歹的人，我毋捌你。最歹无必然是最歹哦，最歹的意思是，你有可能做毋对。你也搁伫痴迷伫你家己的毋对的路，这有可能是最歹。另外一项，恁这最歹，有可能是恁该做无去做，恁该做无去做。伫这个遮，耶稣讲，独独尊叹我天父之的，独独遐个人有他尊叹，照安尼去行的，因会当入去天国永远的活命。所以对咱来讲，圣神帮助咱结好规矩，就爱脱去旧的衫，穿上基督互咱的新的衫。耶稣讲，上帝国亲像啥？伫迄个宴下嘛，你嘛已经受邀请、受恩准入去到伫宴下，是安怎讲赶出来？你嘛已经奉主的名会当医病赶鬼啊！是安怎？耶稣佫甲你讲，你这最歹的厉鬼，我毋捌你，因为伊用基督耶稣的名伫咧做这项，因为是基督徒，像这个位，像迄个位，竟然伊家己本身无迄个基督的性命，无迄个上帝的形象，对人对家己拢有真多该然无，然后无做，无结出好规矩。耶稣讲好树安怎结好规矩，歹树结歹规矩。这种树是什么款的？是好树还是歹树？对倒位来分别？对伊所结的规矩。因为咱今仔日是基督耶稣学生，咱已经告别了，后，咱已经是要请进入伫个国度。今仔日咱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什么款的评语？要紧毋是人的评语，是伫上帝面前。爱互人，爱互身边的人拢伫咧 taste， 拢伫咧品尝咱的讲话，品尝咱伫咧行道，品尝咱伫咧做这样。咱人拢伫咧伫边仔，伫咧点伫咧品尝咱。毋望咱互人品尝到的，真正是这个人，真正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真正有疼心，真正带来和平，真正是喜乐，互人欣羡。然后伊真正有忍耐、温慈迄个良善、信息、温柔、节制，逐项这对伊的心上。也是一个真有准则的人，毋是凊凊彩彩的人。耶稣讲，恁着这世间有黑暗，是啦，这世间有黑暗，侪人着得。这个教会内面嘛有真侪无完全，侪人看落去，但是因为有你伫遐，这个教会就变做更较好。有你伫遐，就会当得到一寡坚固。这敢毋是上帝的教会吗？最光最严来荣耀上帝，愿基督。伫基督内面，咱这个新生命真正互咱有一日，因为照安尼来听，照安尼去行，然后上帝恩典引带你的生命，引带我的生命，引带咱的教会，直直到伫伊的面前。教会到伫伊的面前受恶恼，毋是因为大细经，人的生命到伫上帝的面前受恶恼。毋是因为你读偌济册，你存偌济钱，拢毋是，是看你的生命，甲你所结的规矩。愿上帝的神充满咱的会堂，
嘛充满这个咱每一个人甲咱的家庭同心来祈祷。圣神啊，请你来。阮感谢圣神，就是上帝的神。伫上帝创造世间的源起头，圣子耶稣基督的神伫遐，圣神嘛伫遐。伫旧约圣神，上帝的神嘛甲先知同在。伫新约，当耶稣受洗礼时，圣神嘛充满伊。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圣神嘛加添伊气力。上帝啊，阮今仔日阮嘛需要圣神同在，圣神来引带阮的人生。阮的人生也阁有真侪问题，真侪的挣扎。总是阮知挣扎、苦难、问题了了的人生，若阁失了上帝，失了倚靠上帝。阮若失了信心，阮的人生变做断了线的风筝，阮毋知要对倒位去。阮即摆可能勇壮，也有法度通好竞选拍拼家己的人生。有一日，阮衰，阮老，阮直直变无能的时，阮早前的骄傲、早前的自我，就拢无效去。阮也阁是需要上帝。阮也阁需要上帝做阮脚踏椅，圣神做阮的保惠师，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愿将一切荣光归伫你的名，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